这话说到位啊，这就是实话。李家大爷呢又说，要我看了，不要再牛钱了，吃着应该办了，实力的啦，做业务们呢再牛钱了。因为我提到了8个方面的禁止，像那个水动助力变承诺的，加重负荷的，朝低的活的，降低低频的标高的，改变方案用途的，唯一的改变外面啊等等等。这一点呢以后都不把弄了。还有人提出来了，除了垄断自家那个盖房子的，旁人呢装有房子都需要报备。装之前呢有个位数了，没到位的有个需求数了，不能你想改就改，想弄就弄了。还有这个呢，老房子安全技能，使用年呀，如果说今年你家房子是违房的，要加固修的，不修有个门会帮你修的，请要你存的哦。这是里头呢都有的。现在呢是真有意见，有兴趣的看截图，上面可以跟我联系哦。